现在医疗法规规定，讲未成年人就医，就要有家长，还是讲法定代理人来陪同。也毋过，最近伫网络有青少年发起医疗自主权的呼吁，因指出讲无家长陪同就医去到身心科来看医生哦，只有法度想要讲啥就讲啥。青少年定来拄到功课、人际关系甲亲子之间等多重的压力，甚至会失眠、忧郁。不过有勇气去身心科看医生，所以因为无家长陪同去袂使。网络顶有青少年就发动医疗自主权，讲家长无伫咧边啊，较有法度讲心内话。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个人隐私啊，对啊，可以私底下院方可以再通知家属这样子。应该是不同意吧，因为至少说要让家长知道说小朋友目前的状况，然后才有办法去做预防跟帮助他吧。医生讲，未成年的囡仔愿意去看身心科的医生，就是希望别人斗相共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去年2024年自杀死亡人数4062人，是国人10大死亡原因第10位。其中0到24岁有293人自杀死亡，自杀死亡率比前一年增加5.3%。学习状态，或者是生活环境状态，或家庭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的不够的一个影响，困难或者阻碍的时候，他自己不知所措，或者是他用了一些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方式，可能我们讲的自杀，可能就是以痛止痛的方式。为了要解决青少年希望人斗相共的信号，卫福部自去年8月开始撒15到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，一个人3遍免费心理咨询服务，有72000人使用过。青少年基本上虽然说他不需要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，但是如果他有达到一定的这个医疗上的需要的话，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心理师要通知他的家长。卫福部讲，伫这嘛医疗法规是规定，无满18岁未成年人看医生时阵，原则上要由家长或者是法定代理人陪，并且要以本人同意才当接受医疗服务。学校辅导室也当提供心理咨询甲辅导，必要的时阵会当转介治疗，用各种方法，将青少年心内甲解透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